现在是报饭以后，在睡觉。那我们避免说下午的课程啊，避免我们下午的课程呢会同学会打瞌睡哈。那么我们在这个12点半到1点这个30分钟里面，来教各位同学这个太极健身操啊，文协太极健身操。那为什么会聪明呢？啊，同学一定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会聪明？啊，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哈，那个增加血液循环。好，我们每个同学，那么在这个30分钟一下来以后，这个整个精神抖擞啊，那么你下午，大概精神啊，这个上课精神都来了啊，所以我等一下哈，我们上。开始的时候哈是这样，我大概先从这个各位同学那个资料上面应该是有说我有印了一个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哈，里面它有2部分哈，这个要教各位同学有2部分，一个是热身减肥关节操，这个里面有25节哈，25个小节。那第2个部分是气功18式哈，那今天大家这个学了以后啊，这个以后你的活也有功夫啊。也有功夫啊。那么这样哈，那开始哈。那首先从这个25节这个关节操开始来讲啊。它里面我有讲到哈，那个活动身体各关节为主，具有增强体质、清醒头脑啊。刚才我解释的那种功效。那它这里面25节里面哈，前面第1到第4节是讲这个头部运动，啊，头部运动，就它这个。左转右转啊，左转右转啊，然后前俯右后，前面俯后面仰，这是头运动，啊，然后再走靠右靠，绕右绕，啊，这个我大概先讲一下，我们给大家快来实际来操作了。那下来就讲这个，它是从头部开始啊，从头部开始，四肢、胸部。一直到我们的脚底，这个顺序，按照这个顺序，人体的扩张顺序啊，那么这样一路上运动关节的部分来运动啊。那下来是伸背下拍哈，那要我们做的时候，伸背下拍哈，伸背下拍，然后伸背内拍，内拍，外拍。那我们做这个时候哈，我现在先讲各位同学。做这个运动啊，有一些规则啊。说我先第二部分的话一起讲。那我们在做打这个做这个时候有一个规则，说我们在打的时候说，第一个，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那个宽度挑战的宽度保持那个肩膀要甩啊，然后那身体要轻松，那面带微笑啊，不要哈，同学们要面带微笑，心情非常好的啊，用阳气意念。那要以意引气，意气相随啊，所以我们用意念来带我们的气，然后来意气相随啊，这样来做。那最重要就是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啊。那是在这个第2部分啊，那我现在就先各位先介绍一下这个第2部分的话，现在要做的时候大概要注意几个啊。那再下来哈，是内外拍哈，外拍。你要内的话就是往内。那我们一般这一个原则说，我们在向左的时候是要吸气，哦，向右吸气，向上的时候哈，向上都是吸气，放下来是吸，向下都是吸气。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脉络，啊，就是一个在做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大概要注意的一个注意的事项上啊。那肩向前转啊，肩向前转啊，我们顾名思义，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说肩向前转，哦，这个已经转到肩了，那向后转，哦，那胸前拉前啊，要拉开，好，拉前，然后胸前对拍，啊，一时一动啊，对拍，两侧下拍，好，曲膝托掌啊，那个曲哈，那个躯干要弯啊，托掌啊。要往上拖，曲膝托掌，左右挥拍。你推的时候，那45度啊，从这边开始，由左偏
回手，伸步哈，回手，左右拨按，好拨这个下按上要拨了哈，往下按，好的，左右拨按，叫下拨按，那背部回手哈，背部脚要离开部位哈，按背部挥前哈，挥前哈，背部挥前，背部拍手。脚跟提的啊，这个是挥手垫步哈，再下来眼睛卡住啊，来看看这个那这个总共这时间的话是在那接下来这个太极气功是80号，那它里面有所谓气功是80，这有18个动作啊，那个动作名称都在上面。那一个受精观天，好，强力心肺，如意合掌。那受精观天我们在做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是，你那个45度哈，咱们这个手45度，我们应该再把45度好。那我们做的人是受精观天，也要看往上看啊，已经朝下来了，受精观天，强健心肺。我们那个手抬高抬平以后，往两侧，往左侧，往两侧扩胸，然后回复原位上来，然后再往右边一样，扩胸。那第三个动作是如意合掌哈，这个就比较简单哈。你那个合掌的时候哈，如意合掌，啊，接力上花啊。我们那个都是从左脚开始啊，先以上花，上花啊，然后再回来，好，左右这样各做啊，先以上花，手挥琵琶，手挥琵琶好，你做的时候那个脚跟往前，这个我们讲啊，脚跟往前是脚跟手里啊，那么每一次都是脚跟，不管你左脚和脚一样。等一下会放音乐哈，这个双手中间哈，双手不中间。海底双探啊，海底双探，那我们双探我们就这个手我们在做上来。海底双探。那么举手射击也是从左边开始啊，我们外部啊，外部然后射击，射击，好，然后再退回来，下来，好，射击啊，举手射击，云手当间啊，云手。那么我们在打太极拳的时候，云手是。你云这个叫云手，他们在云手单边就一个手，单边那是过来以后，然后再回来，这个有一点困难处的哈。那这个叫云手单边，坐翁直树哈，坐翁直树我们像插秧一样啊，从左边开始，插2颗，来，再插2颗，一个左边右边左边这样哈。又一样啊，再回来，一个左边对右边啊，一次插2颗，资金独立啊，资金独立这样，也是我们这个手掌啊，这个杨子配好来啊，资金独立是这样啊。这个在这个18、17里面这样讲，啊，一样。勾手下手，勾手，你要勾的时候哈，那个手就左手
手推打，挥手推打，这个动作叫挥手推打，挥手推打。要轮挥进去，好，轮挥进去之后，两手够眼啊，画眼，啊，好，有心，好，这样哈，好，拍手很快啊，站得好，哎。不要往后仰啊，左右。把那个腰稍微转一转啊，是。离心进气哈，这个叫收风啊，这个离心进气，屁股拱起来很好，离心进气就要这个18是要转力了嘛，第4大的动作要收风的动作，那么这个就要离心进气啊，就要把这个气要反下来啊，到这个手画线以后抬上来，到这边吸气嘛哈，呼气，呀，来，呀，手80，好，这样的话，那这个18是刚乱动这样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放音乐，我们放音乐。各位同学，你们那个椅子哈，那个空间。小心不要拍到哈，热水啊。